王让他还是个孩子吗？也是6岁了，还是孩子，还太师啊！太师哪里？太师哪里？哦，来了！哎呀，老人参见太后。你叫你好一声，皇上不劳老人身上，请太后赐罪。快去帮皇上找来。哦，这快去呀！真气死我了！这是在哪里呀？皇上是在自己的宫里。朕的水珠怎么还扎在不冷宫里？皇上说也是叫奴才们唱戏文，谁得开完了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天早亮了，太阳已经升高了。皇上，不好，中午了，早朝了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夜来乾清宫里不太平，吹拉弹唱到天明。谁知天明梦里醒，无聊常常大事情，急忙中关进别去。这些老狮子党的母亲都藏起来，都藏起来！把那狮子冲进，都摊开，都摊开！做一个青面样子才梦回。咦，他在困什么住啊？四字同前。呀！这么好的一个皇帝，今晚要误会他。秋午，行。
原来你是在推款长本。哎，哪里有什么长本？明明是只是同情。哎呀，难道我老爷胡话了？那这才是长本。你们笑吧，你们笑吧，快我不去禀告王太儿。老太子，太师，神无外神了，皇帝也难免诸筹事情。哎，杨请太师不要告诉母卫这下不为那件事。下不为了，下不为了。好，老身啊，就替你瞒过这一位。众大人秘诀，总归有个交代吧。皇上，那话不容易，就说朕通宵读书，累了疲了，说不定啊，他们外夸朕是个明君呢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也罢，为王对位，谁不光明来了？却也无可奈何啊！太师，你呀，总是长不大。太师，师徒二人在讲些什么？老人参见太后。朕就不会请个早安。还找我你？都无事啦。什么？朕还以为天刚刚亮呢。请问皇上，昨夜是否尽忠未灭，故而今早起不来了？哎，是啊是啊，昨夜朕通宵读书，实在太累，故而今日起得晚了啊。皇上是此竞争，倒叫母儿心痛。我不必心痛，不必心痛。皇上，我将这竞争家乡来蒙问，我知你通宵无脑到天明，乱哄哄，因此理却少正经，我偷偷领功起子，对白牙人，我问你，堂堂明朝大皇帝，为什么不把如今放在牙心？不动怒，朕知错了，知错了。太儿啊，人无完人，皇上也难免把你为错，太儿就都是你，教谁不言，虚言为过。老人失责，老人失责。来呀，带上是。母妃，请问这是为何？这是朝廷送上来的公文罪章，皇上必须亲手交给金银。哎呀，母妃，朕早就识过朕的印章，写是母妃的印章。你我不要朕多一道麻烦你。这是什么话？皇上是你做的，不是我母妃，母妃不能总替你行事。哎呀，母妃，何况你也长大了，应该也为处理国家大事了。啊，皇上，儿啊，太儿说得对呀。是啊，皇上，太儿说得对呀。朕答应母妃修事。哎呀，好了，皇上是有位明君，太儿回宫去吧。老人送过太后。太师啊，你也走吧。好，老人这就来。
这就来。太师，哦，嘴巴，哎，好。太师，来了。面对他一太公爱家土，不由得一层一层来无土，民贵节生在王国大了宫啊，平无辜杀了一心何语？陈大是皇帝之责把呀好，与才子九龙亭是为徒，越思越想越无聊。为妻为一把锅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。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一个小儿郎，我冬夏雨都不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光。皇上，是我啊！哎呦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是为这样佩见皇上。这样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我去江南探亲，不蒙皇上说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哈哈，难道江诺生于京都皇城？哎，不一样，那里天高气爽，草木花香，一派诗润风光。那叫做王宫，总是奇梦得很。哎，这样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风筝。风筝是做什么用的？放屁！风一吹，好像天空就像这钻石的塔棚。它能够有个空间，能够飞上天空，能够自由自在地看到外面的世界吗？天世界一览无余。快进屋！那就让它飞起来吧！
上，难道万国君这自责的风筝？谈什么苦，唱什么唱，说情来那一把唱。四爷儿共抢起昆丝龙牙做起。
什么？哦，只得着只相公。哈哈，这变成一个相公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又不是真的了。是的，我也不要做，反正我谁不要做娘娘。你不做娘娘，我这个皇帝也做不成了。本来大家讲好的，为唐明王有月宫，可光有皇帝无仙女，没有贵妃娘娘，我怎么完了？皇帝要不想我整你。哎呀，不做嘛！不做小事，不做。可以，但是大女不能做皇帝。为什么？你太亲不想唐明王，嫌我丑配不上你。我问你，皇帝一定就漂亮吗？你有没有看见过皇帝是什么样子的？反正不像你这个样子，你不像，就是不像。不像，就是不像。我不想，不像，你是位姑娘，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皇帝？跑来跟我争王姑我，在下心知明白正来精神里的读书人啊！这位姑娘，我与你做一对皇帝伉俪，你看是哦？你嘛，不错，难道我也不像吗？像大概像。哎，谁说没有胡子啊？难道皇帝非要有胡子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皇帝是个大人，大人们自然要以胡子了。
小把脸来，对，皇帝还是有我做，喏，我这里还有家务之力。大人，你把这五子娘家作为相公吧，我要他做皇帝。叫我把五子娘接他？不娘，你娘不娘？不要说是小不灵，就是真皇帝来了，我也不娘。你不娘，那我不玩了。好，我娘，兄弟啊，我娘，做完醒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那少年嘴云，皇帝娘着你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哈哈，母亲，皇帝娘叫他做，那我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我看你大人做什么啊？姑姑，太监，哎呀，太监不你是是谁呀？跑来也管欺负我啊！哦，他是我的朋友，真勇兄弟，不要生气，以我困啊，你不妨做个武刚。哎呀，太监，大人不做太监，做武刚啊！大人，我做武刚，专为你们争取。对不起，我不做。你做不做？我做。算我倒霉，好好的皇帝被人抢走了。好，开路喽！唱，皇帝有一功，唱，娘娘来出迎，推打，推上午吴光宇，吴刚把酒斟。送来过。皇帝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把我等得气死了！哼！哦，这不是来了哎，你谁呀？你可谁呀？兄弟，下面怎么说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都是演变的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兄弟，我怎么用兵法，用草行吗？随便，做不了皇帝非要做，我受谁？姑娘，妃子，
事情常在这个皇帝身上，他把我……母亲，你是不是说他对你？要是我替你收了他，不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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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叫什么了叫？我上去就叫。你什么事啦？我还要叫你姑娘，请问刚才我这个皇帝做的还像吗？不像，太不像了。怎么不像？做皇帝要懂长，因为不可太轻狂，狂生要用自宽，这路漫都是棒棒。不像你，这话想讲完，一点都不拿腔。我说你做不像就做不像，我做个皇帝，今天快快。大人你今天晚上姑姑要被嫂嫂回娘家，你们早点回去吧啊。好，下次再玩。快些跟我争皇帝，我们走啊！妃子呀！你这么多皇帝逃别生，就走了你。西子不等了，告诉你，她叫李梦姬，是梅龙宗酒店店子的妹妹。兄弟，那你呢？哦，本人叫大女，是梅龙宗酒店的举报。就是你，请问梅龙宗酒家属那何事？就你前面的小桥边上，你看到桥头呢，往一块大石里吗？听这位相公的意思，是想到我们梅龙镇去家来吃酒。真是这样子，去呀！欢迎！去。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去啊！我这来不来随便，大人，我们走啊，我们走。皇上，相公，相公，走哟，走，哪里去呀？梅龙镇酒家呀！这是你当真了？走哟，走哟！老太师来了。
为俺放走。兄嫂临城齐团聚，吩咐他女关好门。啥子严爸爸衣裳空等。共计他不算是始作故人。我啥子扫了兴，关门当娘。娘那姑小把脸去上一杯闭门羹呀！哎呀，大女，你姑娘在屋说什么呀？王姐，你一个人在讲什么啊？啊？好，关门大衙喽！大衙喽！大女，大女，你去睡在厨房，我来关店门。啊，我管啊！哎呀，我管。侬管嘛就侬管。那你去吧，去吧。对不起，我那京城里的老师来了，非阻止我为妻读书不可。我是好色对色，才带用金丸子在美容中明色在这。天都到阳了，你想吃什么都吃不上了。那倒不要紧，下位再来吃嘛。公子，你引我谈起，叫人听了怪心痛的。我叹气呀，看你把我随转墙，看你到来一当娘，看你今晚见面，不知明天又去何方。就像野马啃了江，王子，好了，不要再谈了，都怪我跑，我向你赔个礼，做个夜晚夫心啊！躺在里面你，凤姐，告诉你，
我谁不是唐明王？可我喜欢你这个洋女怪，我是巴不得与你再有一位有功你。其实我也是。太好了，王妃，哎，苏新贵主席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为什么不能当真？我就是当真的了。你看，这是你什么的水饺？哎呀，谁准你嘞？明明是你抢去的！哎，拿来！就是抢吧。不过你也抢了我的不让过啊！哎呀，什么宝贝东西？王经理，王经理啊！这可是我的新歌宝贝呢！不是不让过，我很星光宝贝。哎呀，王妃，你哪里知道？这八下下巴拉鼓，时刻待在我身旁，看着他为儿子亲亲侬，看着他想起童年好时光，世间多少年少穷，不见此生最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。这风下雨都不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光。怎么？你以为唱？哎呀，为唱，这是和孩子睡觉唱的儿歌耶。对，是儿歌，哎呀，是儿歌啊！你呀，真像个大孩子。王子，带我，答应你什么啊？我要带你到京城去，到底是做什么啊？嫁给我呀，做我的贵妃娘娘。那，一来了，我不要做什么贵妃娘娘。好，那就是王儿吧。王儿我也不要做。那你要做什么？老婆，老婆，哎呀，老婆，你懂不懂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老不休，老不吧。好了，你还走了？为什么要追？去美人啊，向我哥哥嫂嫂结婚，生你要娶我呀。那倒不用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做。哎，不行，我们美龙镇的姑娘是最守规矩的，你去不去？你到底去不去？啊，你不去，那我明天就嫁给他呢。我去。王子，你在跟谁讲话？我要出来看看啊！哎呀，哇，把我进去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哎，他赌气了，往哪里赌？不行！哎，你不
不行也不行，你拍嘴巴，你拍嘴巴呀，王子，你拍嘴巴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你拍嘴。恐怕不妥吧？哎呀，什么妥不妥的？你快去，快去！宝姐，门关好了没有啊？门啊，门早就关好了。哦，关好了就好。今晚啊，哥哥嫂嫂不在家，哎，我也不放心。我还要在门上加一把锁呢。加把锁？那你把钥匙给我，我有事要出去。天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做什么啊？凤姐，该不会去找那个唐明王？找他做什么啊？好了好了，今晚啊，我就睡在这殿堂里，替你守着门，你也去睡吧啊！哎，大年，大年哥哥，我不睡，我不困。去睡啊！哎呀，我不要睡嘛。不然也去歇歇。哎，我要睡觉。去。哎呀，去。哎呀，睡觉！来，关门睡觉啊！是你让我睡的啊？是你让我关门的凤姐她今天怎么了？说话颠三倒四的，该不会被那个小白脸迷死了？哎呀，不对，我得多留个心眼旁边上，免得他将凤姐勾走了。哎，我用这把锁将凤姐的房门反锁上，免得他趁我闪上出去，翻窗子溜出去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这下我可放心了，好睡一个好觉了。凤姐，来，我们坐下说话。
上天的安排。该死的天！不要嘛，不要嘛，这叫做姻缘，姻缘，你懂不懂？凤姐，是真的，我喜欢你。你是今生的师生，我是乡下曲家女，你喜欢我什么啊？凤姐。喜欢你，天长一配无极心。喜欢你，曾经曾为女儿心。须知道，本来还是最珍贵，是从人间来随行。懂也罢，都不要紧。要紧的是你也喜欢我吗？喜欢？不喜欢？哎呀，生你笨，你真笨，貌似一个聪明人。生你蠢，你真蠢，一点不懂。真为你唱戏文，我啥不是喜欢你？谁专真为谁你生，我啥不是喜欢你？早就把你赶出门，我啥不是喜欢你？其实喜欢是说不清楚的，就好像你做唐明王，我的心却不断的乱跳。你让我看上你的眼睛，我看了，可心里的却砰砰砰发慌。深更半夜，明明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会有危险，可是却怕又不去远方你走，担心你这一走啊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凤姐，我不醉，我不醉，我不醉。
相公，他们在找谁？凤姐，实不相瞒，我便是当今的皇上。凤姐哟，快到外面发疯，不可将皇上的事情传扬出去。是，凤姐，凤姐，凤姐，皇上，这凤姐，相公。我要带你到京城去。哎，皇帝太生气，凤姐太痴情，一个是诚心少年动了心，一个是痴情女儿成了真。好言好语去相劝皇帝早为京，谁知他硬要带着李凤姐，还把那九宝大牛带上东路营。西点两对忙，中着里吊着担子提着心。这几天太儿师傅有插脚，他是倒要亲自上山来寻寻。我只得小心翼翼来的心，今晚大意冷风声。你们一群乌鸦仔！好啊，金宝大人真太平了！哎呦，大牛，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这里可不比卖龙镇，你要见我学得规矩一点啊！原来是老太师啊！举报大人哦，不对，是太监大人叩见老太师。不过我可不是真太监啊！你不许有腔挖叫！快去告诉皇上，是太后娘娘
今天要来香山诉愿，叫他把李梦洁上好了。哦，慢，还有你，你要请我避开一下。为什么啊？哎呀，你快！在哪里像一个台阶哟？我本来就不是真台阶嘛。还有你们啊，你们也要见我小心伺候了。是。来，我再玩一会儿。太阳娘娘也没有来，娘子，你在修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那叫我看看。不经你看，为什么？不经你看，就是不经你看。你吧，娘子，你嘛。哦，娘子请上。是。娘子，提针给上有喜。是。好了。哎呀，翻了啊！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你怎么说在我的嘴子上了？啊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呀！娘子，这是什么啊？哎呀，可挽救我呀！可挽救我呀！娘子，你是不是也？哎呀！越听娘子声有语，不愿能觉心。
皇上啊，珍贵百姓的丞相，相公啊，只想陪伴你身旁。皇上啊，我知你为难处，早晚逢节都要为家乡。终双相惜难长聚，这一段真是今生今世永难细细擦去泪水痕，自从你开美容针，香山苏月长生。与你今家做恰巧，与你共享爱与情，我这你还是开开朗朗的笑，你还是淡淡雅雅的曲，你还是泡泡涩涩的爱，是今是为中于新生命更何我爱上加爱，情上加情，难杀难离与难分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，寡妇下一肚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娘子，相公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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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医爷来了！王妃，快躲起来吧！哎，快躲起
也要听真的。相公哟，客气不小哦。妹，你怎么不通报一声，就静悄悄地来了？皇上，母儿陪神送来罪状，可曾批阅？批阅了，批阅了，娘子。待朕亲自抨击妹，妹，请快。这金银怎么给的哇哇谢谢，千上不下的？朕下次一定给好，一定给好。皇上，救命啊！皇上，妹，他是谁呀？皇上，我的大牛呀！大牛是谁呀？皇上，是你从北路镇护你们一同带进宫的大牛呀！皇上，你行早了。我不知道太娘娘不要打死我啊！刚才你问事，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，怎么你连我母亲都保护不了吗？皇上，你是想大娘？你不要讲了，要讲讲你在江南的风流韵事，讲讲你在香山金屋上讲讲你这个皇上神心慌的妹，我的皇上。自从江南为京母为我送礼百里身在君，两张欢心上香上，名利水里乱风雷，夙愿上你就嫁女，万把酒保身边侣，红遍母会是无力，当当帝王把进退，多少位劝你选妃李王位，你恰是我连王连半句，事到如今真有你。来呀，把李梦姬和九宝大牛一同观察精神，亲送回乡。把皇上请为公，加配金位，年万岁。李梦姬天上立着圣宠女。
你我站起来，都你我站起来！堂堂大明天子，就算4次冤杀，你真叫我痛心啊！我大人都知道男儿膝下跪王巾，我夸你这个皇帝啊，比我大人还没有过去呢。否则我们这留在这里啊，要吃大苦头的。皇上，王妃，为的取经也不用搬家学着天气风，死去天子苦长死，不当皇帝。婉女儿，哇，你这样，快去帮皇上接官回来。真气死我了！孩儿，你快！小声加鼓声，小声声，鼓声声，大年听了满开心。菜妹回来对小宝，赶快回去报外甥，报外甥。不认识啦！大妞，我可是王太后身边的公公啊！公公，你来做什么啊？太后来了，要轻一点。我可是瞒着皇太后，悄悄地来接皇上报信的。哦。
你不是太后身边的人吗？是啊，哪有这么样？其实我们宫里的人都喜欢皇上，都喜欢皇上啊！那跟我走。哎，今日居家宽天，请你让我收钱，听你一听啊！孙长老，来来。邓掌柜今日要请示孙长。你怎么？难道无言不响吗？今日里的相公真的要变成长王先生喽！哎呦，哎，那他张本说过，陪我爷爷说。乒乒乓乓乓，乒乒乒呀乒乒乓，今日举典要立章，年少掌柜是人谁呀？一兵一兵击断他墙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乒乒击断墙，一郎哎。那他小说门，初开门上，一起一字笔，一坐一张床，一张王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为你算梦不能想一郎有家所去万一走，何家欠下银儿两，点点金茶独留账，这个家也不好当。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乒乒掌柜你今日可来忙一郎哎。皇上自叹皇帝苦，今日才知百姓忙。神君民间皆莫提，酸甜苦辣都要尝。乒乒乓乓，乒乒掌柜你是王辛苦当一郎哎。二月天作福，四五11双，三下五除二，朝天胜利章。朝天胜利章一郎哎。郎一个郎，郎一个郎，奴家一对小儿郎。大子小子不得相，相依不偏偏今日一到。条隧道把天平郎，小儿郎今日到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乒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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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儿郎一郎哎。你不要吵了，你把我的账都吵糊涂了。我看你呀，还是丢下账本来抱抱儿子吧。怕儿子，哎，跑儿子来！我的胖儿子来，胖儿子来，胖儿子来，我的胖儿子来！轻一点，哎呀，轻一点。哎呀呀呀呀！娘子，我们的儿子怎么全当脚踢的？不想你，一看
也不能定。好，就算想吧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孩子嘛，多少有一点本事。就是我嘛，皇帝不好好的，咋又常常出差错？这次下去啊，岂不也是浮沉嘛？相公，依我看啊，你自从当了父亲，官了长本，倒是一天比一天长大，一天比一天懂事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不是当了父亲了吗？养儿在此，父母恩，亲民放下，百姓苦啊！要是我会知道一点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快点，掌柜的，快来人了！皇上！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启禀皇上，是掌柜的哦，掌柜的，启禀掌柜的，皇太娘娘错了，又讲错了。哦，是掌柜的高堂大人和掌柜的私肉先生一起下江南来了。公公，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是要叫掌柜的回去，还要将你和李梦姬所生的孩子一同带进宫啊！你的身在何处？已经到了美容镇，马上就要到曲家了。相公，怎么办？掌柜的，怎么办？会不会又把你们分开的事啊？相公，掌柜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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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公，掌柜的，相公，相公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凤姐，听我说，家生娘子莫害怕，吩咐酒菜与香茶，有可不用千里来，岂可无里买他。奉请兄长亲下注，美容特色娘娘呐，只用门前做人兵，引去后生衣帽将，大女公公当举报，理想是我要大家。陪上水，且归我，早早没带不用唱，必有娘子莫动手，也做过来哇哇哇，且快高到是何意？他不问我，你莫答。家是乡人外不好，是啥不成？是有他，反正家乡公寓路，莫得已经做成王。哦，这就是美容镇酒家。金木儿风尘仆仆大门王，但是我有情
我心又惊又怕又泪水无比交加，腾腾特特气上八下，心中乱作一朵只用公银贵看，这不是小醉用吗？我让你去杀人，你倒把自己再丢了。贼人追到梅龙镇，害我担心在今生，今日江南见了面。边就把边来边去，你烦不烦？不烦，不烦。烦就奴才公一跪，这是谁呀？林叔看你慢慢腾腾的，今日的小腿抱得飞，貌似奴才相，恰似大银郎，那掌柜的好大的胆子，为什么不起身迎客？啊，我看病明的是字字不好过哦，哈哈。世上多少王公好，不知王公与外郎，王公这是小民穷，不知小民老大老大。母亲大人来了，母亲大人因我确诊遇归，来到这穷乡僻壤，这不听是江南金枝梅，山温水远草花香，因此一路来孤船到此好风光啊，好风光，好风光。
用针，亲手抱抱小儿郎，小儿郎，小儿郎，一见生人好生长，啥要抱他也容易，先去问过我儿的娘。我是孩子亲祖母，抱抱生儿与何妨？他是孩儿亲生母，孩儿怎能离开娘？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，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只因你今生难容儿的娘，我是不去与他回家乡。事到如今你怎样想？难道要放弃大业独小康？他也是我小康又怎样？做大业得是生儿为金土，连小康便把后代同于娘。再看孩儿在模样，母亲亲自来承担，孩儿长大的容易，再用苦一直落年与何妨？我要孩儿他快乐，我要生儿读书忙，我要孩儿有心情，我要生儿是刚上，我要孩儿见识广，我要生儿知兴旺，我要孩儿去做人，我要生儿真早当，要他自己苦，要他去远方，我是帮着须知兴旺，懂得生活，舍得忠良，身体我帮人上长生不大业，也小康，不大业也小康，大业小康真相通。腾陀园万年长，万年长。万年长。说得好，是说得好啊！孩子抛弃母亲，生而不见祖母的团圆，你说这能叫团圆吗？相公，凤姐，帝王姬为报婴儿，下流来。就家女恭恭敬敬拜三第拜得高贵皇太儿亲抚养，闭门八十小婴儿，第二拜得人饶太师，教婴儿长大
听从前几你讲的那个王儿娘娘的故事吗？记得，那个王儿娘娘原是个三层女子，只因当着皇帝爱上了她，便把她带进了宫廷。10公之后，那个娘娘受尽了气势，受尽了欺负，这是为什么？她类似明镜，也是个三层女子。后来她做了娘娘，当了王位，她的儿子又成为一代新君。再回来呢？再后来，母为你们又讲下去呀、再回来，他的孩子也爱上了一个乡下姑娘，也把她带进了京城。可是那个王儿娘娘，就是后来的王太后，她是无人似乎不能答应，她深深地把他们扯散了。儿啊，你说他这样做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什么？怕那个女子再捕他的儿人，怕那个皇帝会遭到朝廷的非议，怕妹，你讲的那个王妃娘娘，莫非就是你自己吗？皇上，这是老人亲眼所见，孩儿这几年真是不容易呀！皇上，不用这样的，啊。
从今后。